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手会卡着，台语安尼写，手会卡着。华语的手舞足蹈，台语讲手会卡着，就是咧形容极为快乐，高兴到了极点。头家一宣布要加薪，员工中挤出来，手会卡着，有够兴奋。顺便啊，知影后生考到医生是安尼手会卡着，笑甲嘴啊里塞塞。三叔公啊，见若讲到伊少年时阵的大功劳、大事业，一定是手会卡着，讲甲嘴角全破。手会卡着，这个台语词真有画面，是咧形容一个人欢喜激动甲无法度控制情绪。就听到调奖的消息，规间办公室的人总跳起来，手会卡着，痛甲袂顾哩。囡仔屁一看到因阿爸出张转来，有买伊的佚佗物啊，是手会卡着太共点。手会卡着的热风、热手，啊若着、笑着、悄悄着、惊一着、着起来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手会卡着，实在真趣味。